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咧比對下有神同埋冇神嘅人嘅生命意義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哋睇下有神嘅人、信神嘅人，佢哋嘅生命嘅意義係點樣嘅。嗱，聖經教導我哋咧，基督徒生命嘅美好意義咧就係咧，活着是為了榮耀神，並以神為樂，住喺耶和華嘅殿中，瞻仰佢嘅榮美，喺佢面前享受滿足嘅喜樂同埋永遠嘅福樂，成為佢所愛嘅對象，佢心愛嘅兒女，佢家庭嘅成員，承受佢嘅產業，並喺佢嘅國度同佢有團契，直到永恆，與神親密同行，經歷佢嘅同在同埋佢嘅引導，效法基督嘅生命，活出聖潔、良善同埋愛嘅見證，領受神嘅呼召，喺世上服侍神，服侍弟兄姊妹，脫離罪嘅捆綁，得着真理嘅自由同埋釋放，彼此相愛，肢體相連，建立基督嘅身體教會，為主作光作鹽，將福音見證傳給世人，靠主得勝世界、肉體同埋撒旦嘅試探，天天經歷恩典嘅得勝。嗱，呢個咧係一種深刻嘅生命意義，唔止係活着，更係被愛、被神所愛、被呼召、被賦予永恆嘅價值同埋尊嚴。詩篇16篇11節講：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，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感謝神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